有写讲，我们可以自由的和声。咱的和声，咱可以3度，哆瑞咪哆，那我的咪发嗦咪，来咪发来，我的发嗦啦发，3度上去做一个和声，好，好。汤，好，那你们听汤先生，您叫您唱，啊，我把它和上面的3度。那你们等一下，你自己也可以和，好，来备，请。听汤先生，有你让我感动我的婉转，三观分扬，你和我可跟你的相关，困求星星，我俩充满我。第2节，听汤先生，有你让我感动我的掌管住你，对牛和你，眼里白高很多。好，我唱里面的困求星星，我俩充满我。困求星星，我俩充满我。好，请咱3个准备心来敬拜主。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咱预备心，将咱的手机关机，还是静音。就用感谢建立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建立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续到万代。请咱做伙因时来阿罗上帝，圣诗第292首，圣诗第292首，现在，请咱起立来因传首。
一起向咱来祈祷。请坐。请坐。OK， 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感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感谢主你的安慰，让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可以来依靠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有时我们会对主你没有信心，总想着要自己做主，没有看到生命中没有让主你来掌权。我们有时也时常抱怨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没有看到生命中还有更多感恩的事。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记花时间与主你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阮为今仔日的聚会来祈祷，求圣神帮助咱开阮的心门，来到阮的中间，甲阮同在，互阮得到智慧，领受牧师所带来你要对阮分享的话语。这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17篇，启应文17篇，也是诗篇第65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应。上帝啊，人着伫锡安前站立，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做阿多我，毋过我的事，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的，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地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互土地增肥。上帝的雨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灌溉田园，伤皮土地。落狗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的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地。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山头用欢喜做大霞。草坡用羊群做衫满。山果用蘑菇做活头满。大声，你拢欢喜出声吟诗。影响。即马将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家己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8节。即马我来读。安尼，遐会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已经有透放咱脱离做假死的法则。因为人的本性软弱，
如法做袂到的，上帝有做成，伊找家己的囝，处甲人共款会犯罪的本性，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来处理罪。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如法正当的要求会当实现伫咱遮的无照本性，是照圣贤引带的人，随照圣贤引带伫生活的人。第五则，因为顺从本性的人应受本性的事，毋过顺从圣贤的人应受圣贤的事。意上本性，结果一死；意上圣贤，会得到活命甲福报。安尼，意上本性是得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着顺服。顺服本性的人，袂当互上帝欢喜。以上愿上帝的话加在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是青少年团体要带咱来学乐上帝，伊所要唱的诗歌是来向耶和华歌唱。愿一切水的歌声，诚济芳芳的者，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
今日要为阮见到的是本堂的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选择将时间交给牧师。等一下这边，真感谢青少年团契带咱来敬拜上帝。透过这条诗歌，要帮助咱，互咱真正我毋知影，当咱伫咧听的时阵，咱有甲因同齐唱，迄个是伫遐咧唱，是伫遐咧看遐个艺术，有讲因有倒位唱毋对，因为有当时咱的敬拜咱到尾若注重伫咧外表，咱每一届的献诗诗班也好，各团契的献诗也好，是要带咱来敬拜上帝，是要帮助咱将一切学好达到上帝面前。所以当因咧吟的时阵，咱嘛爱对咧吟，心内爱对咧吟，口唱心和来学到主。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咱的礼拜对头到尾，咱的中心只有伫咱的主上帝顶面。所以无伫咧讲倒一段倒一个所在做了无好势，倒一个时在做了无好势，咱干那将咱的焦点只有伫咱的主的顶面，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到你。伫你圣的主里，你搁一摆来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即时也恳求主圣神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今仔日对头到落尾的礼拜，拢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互阮真正引带阮会通用着安尼诚心实意来敬拜你。阮独独要将焦点伫主你的身上，愿你的圣神不断来光照阮、开启阮，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中，阮真正得到启发、得到启示，互阮会通安尼照着主你所启示阮的话语，互阮会通搁一摆来照实安尼实践主你的话语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搁一摆将阮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祈祷靠主所叫的圣名，阿免。咱咧顶礼拜咱有讲起到即个讲到伫即个选择我已经安尼为主来活的迄款的性命，是一个丰盛、佮有德性的一个性命伊会通互咱安尼得到耶稣基督，佮找到迄个主的真理，佮活出基督，佮会通伫众人的面前，伫咱的互人伫咱的身上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主。基督所有安尼即个永恒的即个丰盛，拢活伫咧咱的内面，互安尼成做咱的一切。所以迄个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踮伫我的内面伫活。当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被高举的时阵，咱就要吸引安尼万人来归应伫咧咱的主，毋是归应伫咱。真侪时阵我毋知影，咱毋知影过去捌听过无？有个人咧介绍伊的教会的时阵，会讲起着讲阮的牧师足够讲道的，阮的安怎，拢敢若讲着阮的啥物货，阮的教会安怎，拢无讲着阮的主安怎。这是当咱的信仰若确实去互偏差去的时阵，咱所信的无搁再是主，有可能是咱的牧师，有可能是咱的教会的某一项的代志。安尼时阵咱所活出来，毋是将咱的主高伊的名得到高举，搁较惨的是将吸引万人是来到伫教会，也是讲来到伫牧师的面前，毋是来到伫主的面前。所以咱爱真正确来去安尼活出迄个真正讲，我已经是为主来活迄款咱的生命，迄款的生命是一个无有家己的生命，伊是建立伫咧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一款安尼的生命，迄个无有家己是耶稣
照着伊的恩典，照着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诶，迄个伊的死，甲着伊的国活，互咱的安尼，互咱耶稣的性命，互咱会通安尼无家己。因为咱连迄个要无家己安尼迄款的性命，都无有气力。咱只有安尼完全来放弃咱家己，来安尼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管。你毋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拢真正有法度活出迄个无家己安尼迄款的性命。咱虽然安尼白白领受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但是对迄个咱是对迄个咱迄原底本底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来到安尼要转来到伫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款的性命，这毋是一个自然的产生。是需要经过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这个培养的过程，就是咱讲叫做舍己啊，舍己哦。咱无家己以外，咱那个看无家己，迄是一个过程。进前咱捌讲起着迄个安尼，即个舍己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爱安尼舍弃了咱原底本底迄个固有的迄个观念。咱选择相信，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安尼。但是迄个信心若无行为，安尼是死的。所以迄个观念的改变，必须要影响咱的迄个选择。咱伫咧每一届选择的，因为咱已经选择耶稣基督伊的性命，成做咱的性命的时阵，安尼，即个时阵咱。嘛爱有迄款的行动，迄款安尼的迄个改变，咱就是爱开始培养迄个无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所以培养无家己的性命是一个过程，伊的前提是必须爱安尼踮伫咧一个正确的体系的内面。无共款的性命，爱有一个无共款的体系的生活，甲着迄个成长。就较亲像鱼仔，伊需要伫咧迄个水的迄个体系内面来生活，伫遐来成长。共款空中的飞鸟，伊需要伫咧迄个安尼有迄个安尼迄个空中的即个体系的迄个生活，甲伊的成长。鱼仔若离开水的迄个体系，伊就无法度成长。当然有特别的鱼仔，迄个叫肺鱼，伊有法度安尼离开即个水面，迄是伊的迄个伊的生长的体系无共款。共款，鸟仔若是伫咧水的体系内面，嘛共款无法度成长。耶稣赐互咱的迄款的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需要有迄个上帝的迄个体系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才会通，互咱真正生活出来，甲着迄个成长出来。我毋知影咱咧看即张图的时阵，咱毋知安尼会感觉讲真小可有印象。即丛树仔面顶遐的每一张树叶，是咱的正兄弟恁伫面顶签名，搁。为着什么代志来写伫咧迄个面顶，咱所搭出来的一个活命树。我将即张活命树的即个相片，甲伊诚做结合。咱要安怎诚做一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性命？如果咱离开了迄个属上帝迄个体系，咱迄个无家己的性命就无法度成长，甲着迄个安尼生活。安尼啥物会是体系？是咱爱去关心的问题。体系就是一种的环境，是迄个性命安尼被培养，安尼迄个的一个环境。咱的安尼性命必须爱进入一个迄个叫做合宜的一个体系，才有法度来生存。为什么鱼仔会通伫咧即个水的内面来生活，毋是鸟仔咧？答案真简单，因为鸟仔毋是鱼生。
无鱼的性命，安尼无法度伫咧水内面来伫遐生存。同款，耶稣他伊安尼安尼讲安尼重生了我们，互咱得到顶头生，互咱的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会通安尼来进入迄个上帝的迄个体系内面。无家己的性命，需要迄个上帝的体系，才有法度来得到培养。那咱犹原阁活伫咧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的内面的时阵，会互咱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面对侪的挣扎，甚至落尾手来死亡。所以咱要来看，就是咱过去捌已经讲过，但是咱搁较清楚来讲，即个就是即两个体系。属上帝的体系，甲属俗世的体系，即两个体系其实早就伫咧即个上帝创造的时阵，它就已经存在咯。伫咧爱甸乐园的内面，特别提起着两丛的树，一丛是迄个活命树，另外一丛呢是迄个分别善恶的迄个善恶树。即两丛安尼真相对的树为什么无爱直接来甲伊号名做讲活命树，甲迄个死亡的树？乃是要甲伊安尼号名做活命树，甲着迄个分别善恶的树。咱若会用搁一摆来回想迄个伫咧创世纪内面，对蛇甲夏娃咧，对夏娃的诱惑，伊安怎甲夏娃讲？伊讲讲上帝知恁食的时阵，恁的目睭就会开啊，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共款。咱就会通安尼寥寥啊去看见，去了解迄个分别善恶的迄个含义。迄个分别善甲恶，原底是对上帝来，是上帝咧判断善甲恶。就较亲像咱来伫咧共款伫咧创世纪内面，咱会通看见，当上帝伊咧看见伊所创造的即个世界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上帝看伊所做一切拢安怎真好，有下昏时，有早起是第6日，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上帝伫遐来判断啥物货是好，啥物货是歹，啥物货是无好，所以伫人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果的即个果子了，当即个时阵，人伊爱家己来决定啥物货是好，啥物货是歹。原底本底人是照着上帝所设的标准甲旨意在活，但只是伊食了即个分别善恶果了。但伊爱家己来去决定啥物货是好，啥物货是歹，离开了上帝的标准甲迄个旨意，伊开始照着家己的意思伫遐咧行代志。人看见家己怎样赤身裸体，就照着家己的方式用着叶仔为家己来安尼，咱讲编裙子用叶仔，咱嘛知影无花果树的叶仔，毋知咱捌看过无？叶仔真大面但是树叶仔就是树叶仔，会安怎？会破搁两三个就破。即两丛树带来无共款的迄个生活的迄个体系。照上帝的标准来活，是要照家己的标准来活。所以咱会通看见到后来到21节的时阵，创世纪第3章21节，耶和华上帝用迄个动物的皮做衫，互亚当甲夏娃来穿。人的有限，人无法度去想象上帝，只好上帝来怜悯。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照着上帝的标准来活，也是照着家己的标准来活。咱讲迄个头前即个前者，
就是迄个属上帝体系，迄个后壁迄个分别神恶果就是属世体系。伫咧亚当甲夏娃伊犯罪进前，因会通食迄个园内面所有的果子，包括迄个生命树、活命树的果子。只有迄个分别神恶果的迄个果子，上帝吩咐因毋通食。所以因选择安尼食迄个分别神恶果的迄个果子，了后，因就受了咒诅。被赶出即个爱甸乐园，甲着迄个活命树来伫遐隔绝。是安怎食了分别神恶果的果子了后，都袂使阁食活命树的果子，因为当人食了迄个分别神恶果的果子了后，人有法度分别好歹。搁怪人的心，若照圣经讲哦，人的心所想的拢是啥？拢是歹。所以当即个时阵，如果伊的心拢想的拢是歹，结果伊搁食迄个活命树的迄个果子了，伊会变安怎？伊会袂死。人会袂死，人会袂死的结果就是啥？罪继续一直伫咧即个世上伫遐，继续伫遐产生，甚至是人搁继续活伫咧迄个罪中间，伫迄个苦楚内面。咱通想象讲。当若有人作恶，有人伫遐作恶、作歹，安尼都有人伫遐受苦，敢毋是？就甲亲像咱伫咧最近安尼，咱台湾真大的新闻就是台北大直，有人伫遐作歹，都有人受苦，佮迄个受苦所受的是非常的严重。咱着用想象，人的心所想的拢总是歹。所以，你通想象，迄个分别神恶果的迄个果子，他食了后，伊若搁转来搁食即个活命树的果子的时阵，他罪就继续伫咧即个世间一直延续落去。所以，上帝怜悯人，就将人赶出爱甸乐园。是安怎要赶出去？因为惊因食了即个人迄个罪继续伫咧即个。世上内伫遐安尼高甜，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迄个活命树，甲着迄个分别善恶的即个树的果子是迄个相对的。若食了活命树的果子，就袂法度来食迄个分别善恶果的迄个果子。反倒来讲，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原底本来是要爱互人会通享受迄个活命树。咱来看圣经内面的，人知影迄个活命树，伊毋是干那果子通食，伊连叶仔都会通治病啊。咱即摆咱的身躯有侪的遮的病痛，有可能拢总是人会做致到。若有上帝的即个活命树，他就无搁再照着启示录讲的，无搁再有任何的病、啼哭、哀伤，敢毋是？所以，迄个上帝创造人的迄个本性迄个创造人的迄个心意，是要爱互人来享受即个活命树。结果，人既然选择迄个分别善恶树，安尼就无法度来享受迄个活命树。人只有两种的选择，若毋是真做属上帝，无就是迄个属世。既然是迄个属世，也就是迄个属撒旦。本来只有两条路，但是咧，撒旦却伫互人感觉讲，伫上帝甲撒旦的中间，阁有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家己啊。撒旦伊用着侪的迄个人的名声、金钱、地位，甚至是迄个肉体的满足，来互人感觉讲安尼真好。伊伫遐来安尼诱惑人来离开上帝，选择家己，以为讲咱只要实现咱家己
那安尼就安尼，咱会讲行伫咧，咱讲走自己的道路，哪会知影？拄好行迄个家己的道路，拄好是落伫咧即个撒旦的手里。迄个家己是撒旦为咱所落的迄个圈套，要互咱安尼来受着伊的迄个掌压、迄个掌控。活伫咧迄个痛苦，甲着迄个侪的着魔的内面，人若活伫咧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伊的终局就是一定要得着灭亡。所以圣经就甲咱安怎讲？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伊伫遐讲起讲，迄个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圣神会得着活命甲和睦。华语讲啊，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当人选择迄个分别善恶、迄个果子、迄个树的时阵，我靠家己的意思来活，就是体贴肉体，伊的结局就是死。迄个咱要想象讲，迄个俗世体系带来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惊吓，甲着迄个死亡。就亲像亚当夏娃，伊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果的迄个果子了，伊迄个惊吓就进入伫咧伊的心内，互因安尼毋敢来倚近上帝，因甲上帝的关系就伫咧迄中间来断绝。咱还会记无？伫咧迄个总在，当因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果的迄个果子了，因伫遐安尼。迄个当凉风咧吹的时阵，上帝伫咧伊的园内面咧行。亚当夏娃一听见上帝走来，走去创啥？走去眯起来，因惊。伊原底本底对上帝无有任何的惊吓，甚至因是汤半体，无有任何的见效。但是当因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果了，大罪进入伫咧因的心内，因就安尼伫遐心中充满了侪惊吓。迄个带来因的迄个灵的死亡，肉体嘛对咧来死亡。迄个属上帝的体是照着耶和华的恩典，迄个救赎咱脱离迄个死亡，佮赐予咱迄个新的生命。这是要互咱安尼会通来得到回转，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就是倚靠上帝的旨意，体贴上帝来的心意来伫遐来活，佮安尼搁一摆来享受迄个活命，甲着迄个和睦。咱的华语叫做生命和平安。咱每一摆面对着即两种的体系，迄个选择时阵，选择肉体来倚靠家己。上落尾就是带来死亡的迄个俗世体系，是要选择迄个体贴圣神，倚靠上帝带来迄个咱讲性命甲平安。当安尼迄个即个体系，当迄个亚当夏娃安尼犯罪了，上帝犹原不断伫遐来安尼伫遐来呼吁。咱会通转来到伫属上帝的体系内面，因为上帝伊欢喜要赐福互咱，所以上帝咱会通对创世纪内面通看见的，就是迄个上帝就开始迄个救赎的工程。伊一开始的时阵，伊安尼差派着即个挪亚，伊指示挪亚伫遐来安尼。起即个建造即个大船，咱若看圣经的记载内面，挪亚伊毋是干那伊家己好就好，伊伫咧遐其实伊有伫遐来邀请，但是无人要听。落尾手安尼，当迄个大水来，人所有的人拢冲走，只干那剩留因挪亚因一家。上帝赐福挪亚，因为挪亚伊选择倚靠上帝的指示，伊伫遐来起迄座大船，伊
转去到伫迄个伊原底踮伫咧迄个俗世的体系，但伊欢喜听顺服上帝指示，伊伫遐来起大船。伊起到伫大船，就敢若亲像是安尼转去到伫迄个上帝体系，伫咧上帝保护内面，所以伊甲伊的全家就伫咧即个大水内面来得着救。佫毋若安尼，伫咧即个所在讲起讲，伊得着上帝的祝福。共款，上帝的迄个救赎继续来伫遐来安尼不断伫遐来安尼来伫遐来呼吁。所以上帝指示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本地本乡本族老爸家。亚伯拉罕伊选择倚靠上帝指示，所以伊共款，伊离开原底本地迄个俗世的迄个体系，伊选择属上帝的迄个体系，伊顺坦上帝，伊上落尾伊就成做迄个信心的老爸，佮成做迄个做迄个多国做万人的祝福。侪年了，伊的血会慢慢啊增加，成做以色列百姓。上帝借着摩西甲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安尼搁一届的邀请，就是转去到伫属上帝的体系。所以安尼，迄落摩西安尼安尼上帝借着摩西搁一届来将以色列人安尼对埃及安尼甲伊带领出来到出埃及。当摩西离开世间了，最后甲即个以色列百姓的提醒，甲着迄个警醒，就是共款爱因做选择。做啥物款的选择？伫《申命记》第28章第20到第6节，咱同齐来读好无？这是祝福的部分。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一切的福气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生所生的，你地所产的，你牲畜所生的，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咱通想象，迄个摩西伫遐安尼，咱会当讲破了嘴。伊安尼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久，伊伫遐看见即个百姓伫遐暗硬滚，伊伫遐伫咧当伊要离开进前，伊伫遐安尼来对因讲起：恁若听叹耶和华的话，叫做你若百姓表示讲安那，即个百姓过去时常安尼时听时无唔听。但是你若听上帝的话，迄一切的福气，要的确，迄就是用伊的文词是啥？必的，是的确临到你的身上的。佫是安那？佫毋是干安尼临到你的身上，伊后壁佫讲一句，伊讲追随你，什么是叫追随？迄个祝福是毋免你去摕的，是伊对你行的。伊讲你伫咧城的要得到福气，你伫咧田的嘛要得到福气。你所做所有一切，拢要得到福气。你出了也要得到福气，安尼入嘛要得到福气。只要你若听耶和华的话，咱过来看一下，摩西怎样来警戒以色列百姓。咱同款，咱同齐来念：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诅咒，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盆都必受诅咒。你生所生的，你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摩西伫这个所在，伫遐来警戒咱。你若唔听，你的结果是甚么货？
拢明明白白写伫咧遐。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到伫约书亚的时代，因伫遐倚靠上帝，就会通伫咧答辩的迄个征战的内面，因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当安尼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因伫咧每一摆的征战的内面，拢得到胜利。有敢若有一遍倒一遍，伫咧爱城，无听上帝话，一无听尔，马上受咒诅。到伫安尼士师的时代，每一摆当以色列人无听趁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就是那亲像离开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当就伫咧迄个所在，伫遐来安尼面对迄个敌人的攻击。但是每一届当因伫遐来安尼倚靠上帝，当伊到是属上帝的体系，因就经历上帝的拯救。伫以色列人的即个经历内面，咱不断会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当因离开上帝的体系，因伫遐来建立即个属世的体系，因就面对困难，上落尾甚至爱面对灭国安尼的结局。当伊到伫属上帝的体系，因倚靠上帝，就算讲当因已经伫遐灭国，受掠到伫即个巴比伦去。因伫咧迄个异国的所在，当因伫遐来顺探上帝旨意的时阵，因就要经历迄个上帝的拯救，敢毋是？就较亲像即个以斯帖的即个经历。以斯帖伊伫遐安尼，迄个哈曼要来灭以色列人，伊的迄个伊的阿叔对伊讲，你踮伫咧迄个王位的迄个位分，敢毋是为着现今即个时阵嘛？伊伫遐对伊的阿叔讲，你去调集苏珊所有的遮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嘛安尼禁食，然后我若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死就死。迄款安尼倚靠上帝，倚靠到什么款的程度，就是死就死吧。这敢毋是伫咧我一开始的时阵，捌甲大家人分享，咱的信仰爱有迄款的死就死吧，迄款安尼决心。就算讲今仔日上帝伊对我迄款的启示，是爱我赔命的，死就死吧，我若死就死。但是上帝伊对伊的百姓敢是安尼？毋是。当人若听趁伊的命令的时阵，上帝伊的救恩就临到。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思考，咱到底咧倚靠什么货？咱搁来看，头拄咱讲的拢是旧约，咱来看新约。耶稣伫咧即个世间，也是共款活伫咧即个属上帝的体系内面。所以伊伫遐讲，伊所做，伊伫遐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爸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囝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安尼做代志，只有看爸做什么货，伊才照安尼做。爸所做，囝嘛安尼做。所以，咱会通看见主耶稣伊伫咧中间，伊是看爸做什么代志。所以咱若安尼去想的时阵，照着主耶稣伊所讲的，当主耶稣伊上十字架顶的时阵，安尼是啥物人起哩？上帝起哩。上帝伊亲自为咱承担。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囝若袂当照家己，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只有看爸做什么货。今仔日咱敢有伫遐安尼？咱既然讲咱是主耶稣的学生，咱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咱到底是照咱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意思？
耶稣伊伫迄中间，伊决意要活伫咧属上帝的体系内面。伊选择，伊对天父安怎讲？伊讲爸啊，毋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耶稣的性命就安尼成就了全人类的迄个祝福。伊的性命带来咱迄个新的性命。当耶稣伊上天了，门徒也共款，即个军队伊的门徒，伊也共款伫遐安尼决意要活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内面。所以因安怎讲？因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甲决定，拢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乃是听叹上帝的旨意，佮倚靠着圣神的气力。所以因有法度伫咧公会，伫咧遐尼大的压力的面前，彼得甲使徒伫遐因讲安怎讲？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所以咱因的迄款的侍奉，就带来侪人的迄个因的性命，安尼侪的迄个影响力。可见咱若转来到伫属上帝的体系，咱无搁再是迄个安尼无，若是干那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来得到培养，搁会通互别人的性命来得到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思考，迄个咱怎样，咱着怎样选择一个做一个真好的正确的选择，就要带来祝福。是咱因为选了毋对，来得到安尼救助。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间好好来去想咱到底活伫咧一个什么款的体系内面？如果咱若是还搁继续活伫咧迄个俗世的体系，当恳求主圣神来光照咱，提醒咱，互咱会晓伫安尼及时来回转，来到伫上帝面前选择。迄个属上帝的迄个体系，活伫咧迄个上帝内面，互主耶稣伊迄个性命，当咱共款讲，咱选择讲，当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踮伫我的内面伫活。所以互咱好好来去亲像，咱即个班内面，咱会通好好来去想，为什么会？无家己的性命，一定爱是伫咧属上帝的体系，才有法度培养。咱的生活内面有迄个属上帝的体系，无？咱还阁会记头咱所分享的迄个鱼的迄个伫咧水的体系，鸟仔伫咧迄个空中的体系，安尼人需要什么款的体系？第二。迄个属上帝的体系甲属世的体系，伊的迄个区别已经真清楚明白，咧指示咱应该做什么款的选择。为什么咱犹原时常会做出迄个错误的选择？还阁会记哩无？撒旦伊欺骗咱，还阁有另外倒一个选择。安尼，咱要怎样来去好好来去？做一个好的选择。第三，耶稣伫咧即个世间是怎样活伫咧迄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咱现今的咱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晓得安尼，真正决意要活伫咧即个属上帝的体系，互众人看见咱所活出来迄款的性命。就吸引万人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到伫主耶稣面前，互因甲咱共款，会通活出一个共款有属上迄个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的性命，互众人看见咱迄款安尼的迄个性命，因就安尼毋但欢喜军队，佮性命来得到改变。咱就要争做迄个万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的迄款安尼的人。这也就是阿伯拉罕伊所领受的祝福，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咱真正会通去珍惜、去得到即个上帝对阿伯拉罕所应允的，咱嘛伫迄中间来得到。咱同心来祈祷。
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语内面，阮搁一摆来得到安尼提醒。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神的乃是安尼性命甲平安。恳求天父真正帮助阮，借着圣神的大气力，时常伫阮日常的生活中，互阮的所看、所听、所想、所讲的，以及所行的，主，阮无搁再选择倚靠家己，阮要独独来倚靠主你，要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独独互主你踮伫阮的内面来活，充满阮，互阮的生命安尼无有任何遮的恶者有法度踮伫内面，因为主，你的光充满伫阮的内心，阮就安尼心内无有任何的乌压，阮安尼所想的、嘴所讲的，以及所行所做、所看一切，拢要安尼下伫主你的心意，互万人因为阮所活出来迄款咱的性命来得到福气。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帮助阮、引导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坚持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65首，圣诗第165首，跳堂圣神，求你降临，请咱起立来传手。请咱犹原行的，当先用所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从细女玛利亚出世，伫粪场壁倒人来受苦，见十字架死，埋葬轮毂，
第三日伫乡中高啊，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本主礼是以奉献主礼，请李根清执事、尤佩瑜执事来实现。请咱当心请咱起立来因是以奉献的诗。还没，11奉献还没。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你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伊面前是外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大家请坐。这是咱当心来感恩奉献，请李根清执事、尤佩瑜执事来实现。
意听从上帝，感谢你享受满满的教育等，你是阮的甲保护者，医治人、安慰人、享受快乐的上帝，阮要感谢。当阮用谦卑甲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奉献，愿你感纳阮所有的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上。阿门。请坐。请咱同心来读本周的经句。OK， 同心来读。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性情，会得到活命甲和睦。罗马书第8章第6节。咱搁读一摆。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性情，会得到活命甲和睦。罗马书第8章第6节。好，继续来报告。报告之前有没有那个第一次来教会或很久不见的新朋友？没。OK。好，那我们今天报告。那本主日为11奉献主日，然后下主日为圣经神学院奉献主日，然后学院派杨启仁牧师前来祈安正道。第3点，恭喜本会吴承安、林雅夫妇于8日喜的祭请儿女，母女平安，取名吴莫平。感谢主，也为大家为林雅的产后的恢复来继续祷告。信德奖第4点，信德奖学金开始受理申请，请于9月17之前向主日学及各团契提出申请。第5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安排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并于9月10日前交至办公室。肢体的部分，第1点，16日上午9点半到12点于双连教会七星中会大众传达部举行教会与新媒体宣教讨论，欢迎影音小组同工报名。第2点，19日礼拜二上午10点于4点教会七星中会与社会部举行马街牧师南洋宣教走读活动。然后第3点、第4点，请大家参阅。第5点，10月14礼拜六于礁溪教会举办南洋财务研习，请本会财务同工踊跃报名，报名会由教会支付。然后第6点，请大家自行参阅。第7点也是，请大家自行参阅。第8点的话，10月21礼拜六于思亲儿童基金会立泽点活动中心青青中会教育部举办主日学老师家长亲子退休会。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OK， 那就是下周的侍奉名单，也请大家参阅。那侍奉人员也请先预备心和时间。那奉献的名单和金额在周报上，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那个财务同工来提出反映跟订正。好，以上报告。那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现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承受着战火的侵袭，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年多了，战争已夺走不计其数的宝贵性命。求主的和平临到，祈求战火早日平息。近来全球气候变迁，台湾、香港、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都饱受台风侵袭，造成许多的灾情。也都求主来带领大家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并使灾后重建可以顺利。最近适逢天气变化大，还有校园的开学，许多疾病、流感、肠病毒等都在国内蔓延。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最后，我们为着教会建堂及社区关怀的事工来祷告，求主带领更多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让教会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团结、更合一，也让附近的居民社区
可以走进教会来认识主。以上祷告所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因祝福的诗，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今时煞请牧师来主导，请咱起立，因爱因传手。天父，阮满心感谢你，照着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语，阮所领受的，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下头安尼照主你的话切实来行，活出主你啊阮活出的款式，就是阮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选择安尼活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安尼迄款的生命，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会改变，就将阳光归伫你。也互人因为阮来得到侪满满的福气。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讨避讳。